子呢。嗯，真香。香爸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最会做鸭子。我给你系个围裙吧。赶紧做鸭子啊！香不香？香。啊。杨阿姨，哎，小凯，钱到账了是吧？到了，小凯。哎呀，你这一下哪来这么多钱呢？我那辆车开腻了，我就把它卖了。啊？这怎么行啊？嗨，没什么事儿，你那边先救急吧。哎呀，太谢谢了，小凯。行，那我先挂了。好。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出差怎么还关机呢？这个吧，这是我上大一的时候军训，然后去拉练，同学和当地人吵了起来，我过去劝架，结果就被铁锹给砸了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当时情况紧急，马上那个同学就被锹砸到了，然后我就冲过去了。那你知道那个同学是谁吗？不知道谁啊？我。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去参加辩论社，为什么让你骑摩托车载我，为什么那么信任你了吗？是因为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你这样保护我。在你喜欢我很久很久之前，我就爱上你了。
林一成，哎，你起来了？我要走了。回去了是吧？你等我一下，收拾东西。林一成，我们结束了。哎，王然，哎，王然，什么意思啊？这3天是我们的告别仪式。什么告别仪式啊？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林一成，我们真的结束了。你的意思是要和我分手啊？我们都没有开始，怎么叫做分手？然然，王然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们马上就要有一笔奖金了。我把钱凑一凑，我把房子的首付给付了，然后我们就能有个家。如果你不想留在重庆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离开这里。林一成，你跟我说你想跟我相濡以沫，那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。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林一成，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我们都不是小孩了。林一成，你有你的家要养，我有我的债要还，我们都不要成为彼此的负担，好吗？让开。王然，王然，你听我跟你讲，我家欠的债已经还的差不多了，我也找到工作了，你那300万我会尽快想办法的。我求求你，你能不能别走？我求求你。林一成，你不要再逼我了，你再逼我，我明天就跟人结婚。你逼我一次，我就结一次，直到你放弃为止。王然，给彼此留点体面好吗？对不起，林一成，这3天的恋爱是我给我们情感的一个交代，但耳鬓厮磨的爱情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太奢侈了，我无力承担。接下来我们都要去面对自己的责任，我有我的债务，你有你的家庭，我们不能成为彼此的拖累。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。再见。关于以后的我，推开一切公平的我，永远偏向你。如果可以，心与心的距离几公里，相遇不是为了结局，是各自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突然明白，这3天的幸福是他给我们情感的告别仪式。生命中最残忍的是，你遇到了你最爱的人，你准备开始的时候，他告诉你这是结束。那一年我很年轻，但我感到深深的无力。所爱隔山河，山河不可破。喂，妈。跑哪儿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
你的钱我会还你的。哎呀，不是钱的事儿，你那同学李文凯都帮咱们还完了。他帮我还了钱？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先不跟你说了，妈，我先挂了。喂，你在哪儿？你最近都上哪儿去了？你为什么帮我还钱？我没有让你帮我还钱。我当时就是想把问题解决了，所以我就没有想那么多。对不起啊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当时阿姨都快崩溃了，她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。我呢，刚好是手上有一些钱，所以我就……我知道，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就帮你还钱，但是我实在见不得阿姨快崩溃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别生气了，好不？你帮了我，我怎么可能生你气呢？这件事儿我还是要谢谢你的。你不要有心理负担，我帮你呢，就是因为咱俩是朋友关系，真的。老大，不好意思啊，耽误了这么多天。先别说这些了，能平安回来就好。放心，处分是免不了的，但是太阳里我交代了，不会影响你后期工作。你没事吧？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。说吧。算了，还是等我想清楚之后再跟您说吧。行。那我先回台里，收拾好心情，开心工作。好。冰姐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才来找你。你能来，就说明啊，你已经可以面对过去了。我很高兴啊。冰姐，我想回来。就等你这句话。咱们俩的关系先且放一边。这么多年，我用过这么多助理，你是最优秀的那个。谢谢冰姐。但这次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我不想当助理了。不想再重复过去的生活。这是一个原因，还有第二个原因是我欠了很多钱，所以我想转到销售部门。你欠银行多少钱？欠的钱，李文凯已经帮我还了。李文凯？那个人情债不好还哦。所以我想转到销售部门，提成高，赚钱快。我想把钱尽快还清。行，可以。谢谢冰姐。冰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吃了饭再走。我约了一个中介看房子，准备搬家。你等一下。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不太放心你，就一直没有走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哦，我准备搬家，正准备过去呢。我帮你。
刘科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叔叔阿姨好。叔叔阿姨好。坐，叔阿姨坐，倒水，叔阿姨坐，走，倒茶。你们来这儿干嘛呀？不说在饭店见的吗？在饭店见，等着你们给我设套啊！小刚，别这么说。欢迎，叔叔阿姨，欢迎你们来啊！欢迎。欢迎。叔叔阿姨，来喝茶。你就是陈涛吧？哎，阿姨，我就是陈涛。这么快就刑满释放了？他进的又不是监狱，是拘留所，这性质是不一样的。阿姨，我没进监狱，也没坐牢，我一直都是一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。这个店就是我的，还是个旗舰店呢。对啊，这也叫生意啊？这都不重要啊，反正我家可可是要跟我回东北的。回东北？我啥时候说要跟你回东北了？你闭嘴，听我说。旗舰店重庆开了几家？上海、北京是不是也开了？规划中。房子呢？重庆买房子了吗？买几套啊？租房子。租房子？租房子还想娶我女儿啊？陈哥，我爸妈要讨伐陈涛了，快来救场！摩托车店。你怎么突然想着换了一个新住处啊？原来的房子不让租了。哦，那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我就觉得最近事情发生太多了，给林依晨打电话他也没接，我就怕。我对别人的事情不感兴趣。啊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咱俩还用这样吗？必须得这样。你帮了我，我真的很感谢。但是规矩是规矩，我会尽快赚钱还给你的。非得这样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我喜欢简单明了，收下吧。好吧。但是你真的不用这么着急啊。你仔细看一下，我没有写还款日期。咱俩要不要出去转一转，顺便买点东西啥的？我想自己待一会儿，你先回去吧。行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小陈，
你阿姨她就这个脾气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别介意啊。不介意，不介意，不会介意的，叔叔。阿姨直爽，用东北话就叫做敞亮。这茶我喝不惯，刘克，去外面茶店给我买一包。叔叔我去吧。让他去吧，他才知道我喜欢什么味道。啊，我去吧。小陈，坐吧。小陈啊，刘科回不回东北，当然是他自己的意见重要。但是，假如他愿意回去，你愿意放他走吗？刘科，刘科，强哥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妈让我回东北，这啥意思呀？不就嫌弃陈涛吗？没事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会跟叔叔阿姨解释的。哎，王然欠了钱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这是30万，你帮我转交给他，其他的我再想办法。你哪来这么多钱呀？你先别管那么多了。你就别操冉冉的心了，他自己有办法。哎，不是，他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有人帮他还了钱。谁帮他还的钱？李文凯。我们先去看陈涛吧。好。叔叔阿姨好，我是陈涛的好兄弟，我叫林一成。你好。是这样的，这次打架呢，主要是我的原因啊。陈涛呢，他是为了帮我才进拘留所的，所以希望叔叔阿姨你们见谅。小林啊，这事儿我们不怪你，也不怪陈涛。处在当时的境况，他帮你是对的。但是我们呢，去公安局问了，他有前科，而且打架也不是1次2次了。叔叔阿姨，陈涛还有小柯，他们是真心的，我们作为朋友都看在眼里，所以他们2个人的事情还是要尊重他们，让他们自己做决定。难道我能帮他们做主啊？阿姨，你非要带小柯回东北，不就是一个意思吗？小林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你处对象了吗？为什么？小林啊，我看你也是20好几的人了，应该明白婚姻法则吧？爱情遵循理想法则，开心最重要；婚姻遵循的是现实法则，匹配才最重要，对吧？行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走。走吧。走走走走，走吧。哎。妈，你为什么这么说陈涛啊？小时候吃什么穿什么，你们定为我好；高中选文理科，你们定为了我好；大学选专业，你们定为了我好。现在找男朋友，难道你们也要定吗？行，妈不是为了你好。你跟陈涛，你俩是牛郎织女，妈是王母娘娘，行了吧？科儿，我和你妈不要求你多富贵多成功，但至少要让我们放心。你独自在外面，我们怎么安心？啊？你们只照顾你们自己安不安心，想没想过我开不开心啊？科儿，科儿，你科儿，科儿，哎呀，他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爸，你没事吧？
是不是哦？干！干！干啊！你捡到我了？咋子哦？你要咋子啊？你要啥子嘛？啊？算了，走吧，走。今天我兄弟劝我，不让我弄死你。哼，听到口角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哎，陈涛，你说谁是狗啊？你噻。哎，大哥，陈涛，走！哎，不要让老子看到你们！走！别跑，你听到没得？哎，拉上去！喂，刘克，你在哪呢？哦，我今天晚上跟我爸妈住酒店了，我明天要陪我爸去医院。爸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事儿，明天再说吧。我先挂了。记得心里的勇敢，细数每一个温暖，那贴近双唇的余温，说过的话我也会承认，从此我们不同的两人。后来的路是远征，总有无限种可能。不管停靠的是哪一站，我也会常常回头看看那些我们曾经的我们，后来都承认了，故事也走远了，我们都奔向各自不同的路。关于以后的我，推开一切公平的我，永远偏向你。如果可以保护你。孤独平静的旅程，充满了所有可能，也会遇见有趣的人和事，只是不会再与你分享那些过往坚守的理想。